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呢，就是非常非常开心能到孤岩寺还有见到法师，然后也跟大家一起有机会互动交流。是。那尤其是现在我们这边一边呢，就是喝茶，是聊天的方式。您呢，就是愿意加这个为我们的隆中佛教频道做开示，也是我也就是首先也我们就是所有隆中佛教频道的这个观众啊，还有职工也就代表他们要感谢但是我要接下来就是问的，应该说是一个问题了重点是就是因为虽然是仙宗也好，这个密宗也好，其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讲法无论是声闻乘什么乘，都是万法归宗但是呢，还是从历史的角度、一般人的观念的角度，还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说其他的，就像传播的角度来讲，藏传法师、汉传法师，穿的不一样，看起来颜色也不一样，不太一样。然后呢，头衔也很多时候就很不一样。所以对一个对佛法没有任何了解的人来讲，好像是很不一样的感觉。那有一些佛法基础的人当中他也很多有不少的分别念，对的啊，就是他，我说是密宗是仙宗是汉传藏传有这种的所以刚刚我们用禅所聊的一样的，藏传对禅宗也有很多误解，台湾人对金刚乘也有很多误解可是呢，我发现您进来到你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们的孤岩寺的风格里面的教育的方式这些同学，大家的您的信徒对这个整个的教法的态度是相对比较圆融的当然我不是很深的没有很深的了解，但是确实是很圆融的而且他们也非常愿意听不同角度、不同的这种内容的东西。那主要是您呢，也是一个汉传佛教系统的一个出家，应该是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呢，你真正接触的范围里面也有宁玛的很多的高僧大德，还有大圆满的讲法。那您觉得这两个是有什么不一样？哪里是一样？您在一个人的这个修持当中呢，怎么能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好，我想一切其实都是因缘，包括你怎么样子想，怎么样子看，其实还是因缘。那我们生长在台湾这个佛教的氛围里面，但是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还是觉得好像有一些问题。那问题就怎么修讲得那么好，怎么下手？所以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就亲近了密教的上师，就这样子一路走下来。那我发觉显教跟密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密教你只要学了以后，就每一天的功课，而且做得很自然，而且做得很踏实。那一般显教呢，比如说虽然有早课晚课，但每一天念的是一样的，然后念完了就完了，念完就完了。那我觉得密教其实是理跟事，也就把我们的生命，然后跟法能够随时合在一起。我们一般讲说身口意能够相应嘛，那一般如果以显教来讲，因为比较偏向于讲道理，比较偏向于唱诵，但意呢，虽然我们也都知道要随诵起观，但事实上没有受过训练或者没有在这方面特别用心的不可能，但就是仅止一诵，仅止一念念过去什么都没有，所以
一般讲起来就是不容易有自受用的那份感动。那当然，一方面修，一方面再多闻，一方面多深入经藏，就会越来越发觉一般人的知见真的跟实际差太多，不仅仅差很多，根本就是颠倒。那我们以一个佛教徒自居的话，是怎么样子把佛法能够弘扬，能够把法的好，让更多人来肯定受用修持。那当然要拿我们自己作为实验。那我的感觉里面是学了密以后，才发觉，好像学佛的生命真的开始啊。然后在这里面当然多少还是有一些体验受用等等的。然后无形中因为这些修持或者对经义的理解，我们所流露出来的是被肯定的。其实我本身在大学之前也算是一个很固执，然后很有自己的见地，也很喜欢批评别人，不容易被降服的。但是等我们修了以后，才会发觉，我们的习气那么重，那时候坚持对的怎么那么离谱啊？就这样慢慢修。那我所以说修的还不错，就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改变，但是我们自然的做出来，人家会肯定譬如说最简单那个，我举一个例子，那时候我去日本受训的时候，那当然都是唱片业的，这些老板我也算是小老板嘛。去的时候呢，我时间到，那个时候当老板的时候已经出家了，还没出家？没有，我出家是才11年。OK，对，为了要更有对显教更有说服力，所以我就出家了。因为你如果一直用密教，人家还是隔着，会觉得因为你的身份，你是在家人，你修的再好，他们还是打个问号，甚至还没有就已经贴标签了。是。那我的感觉，我有特色，就是说，密教的，会认为我很像显教，显教的会同意我是密教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本来就分不开。对，因为当然思想是看不到，当然行为还是看得到。那你里面如果真的无爱的话，你表现出来不会跟他对立那我是觉得，我好像在这一方面修的还好，就很少人讨厌我，当然还是有人批评我，但讨厌我的不多。就借了这个机会，就尽量去把它推出来。包括你要在一个传统的佛教道场要去推密法，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一定的困难。但是其实我不好意思，你刚刚说是你去日本，对，就是那个节奏，我没有跟你讲了。那好，对，差了那个地方我时间到，我就坐上去，他们都还在睡觉。然后晚上他们去喝酒什么回来，我还在那边做，所以他们觉得，你怎么都不用睡觉？事实上我还是有睡啊，他们睡着我才开始有睡意他们还没有醒，我就醒了这个就拜那个学密每一天做功课，就慢慢的，我们如果真的有实修，其实你的身心它会变得很稳定，而且不容易被干扰。虽然跟他们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只要在这个娱乐圈的，一定是粉味什么很重但是我因为先修行了，所以在这一方完全没有沾染。那一样我们还是把它做得很好，包括说，我会出那么多佛教的 CD， 原因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请歌手来，我还要指导他怎么唱嘛，因为唱流行歌的要让他唱这种道歌，当然唱不来指导到最后干脆我来唱比较快，而且很快因为录音那个成本很高你1个钟头跟10个钟头那个开销差太多了
我自己来一次就搞定了，你请他还是指导半天呢。所以能不能现在给我们唱一首？谢谢谢谢。我进入江山，北邙给山东波拉，阳春秋给我主念，北邙兄来写书札，可知看住忙北国，切记结束大主记。荆棘那天写书说，不如北邙洗涤红叶。因为巴士这个刚刚唱的时候，确实我有一点感触。什么感觉呢？因为连诗在这个连诗七品七情文的后面，它确实有讲到后指用唱诵的方式起到连诗的一个方法。是。那个人们说，就是就像有时候那样，一个小孩子无助、渴望。孤独的状况下，要救助的那种，或者浩瀚那个妈妈的那种，来然后要去唱诵，这是那种有亲切深刻啊，有一些这个特别的感情。是。哦，这个就是非常好啊。那我录那么多，其实因为我们有学密。所以基本上我在录任何一个本尊的咒的时候，我一定是先休一段时间，然后要开始录音的时候，我就关本尊，就融进去那个境，才开始录。是佛法不是这个，是因为他已经把最究竟的道理讲出来了。那我们如果依着他去做，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但是做多少算多少，你不能小孩子要装大人。我是小孩子，我就承认我是小孩子，用小孩子的身心去修、去学佛，就这样就够了。所以我的理念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如果都能够尽你的最大的努力去把你认为应该做的做好，其实就是一种最好的修行，最好的学习。那你的成绩到底到哪边，你不用计较，你的行为自然会流露出来啊。所以，显跟密，我是觉得很明显的。那一个当然是理，显是讲道理，是讲得很清楚，没错。但是密呢，其实是把这个理，显现出来，对，把它表现出来，让它可以变成一种真正的受用。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只是学显，实在太可惜啊！如果没有显，能够学密也很奇怪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是不能分的。那不能分呢，当然它的说服力还是在我们怎么去深入，然后去体验、去表现。所以我想这个很自然。今天我们说荣聪协会有这么频道。有这么好的一个导师在引导，其实也是很大的福报因为其实入世出世都要真正的经历过，也要真正的超越，才有办法真正做对的指导那当然很多频道啦，还是很多学会啦，他们都各有他们的专长跟弘扬。但是那个基本知见的正确，我觉得最基本的正确的知见是，一定要够谦卑，够柔软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能够不执着，能够多包容，那么表现出来一定是比较圆满的。如果自然无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刚刚呢，在法师的这个分享当中呢。说到了两个重点，是，一个是他为什么出家，其实这也是非常现实、非常实际。
因为六祖慧呢，当时其实他开悟成佛，可以说真悟的时候他是没有出家，对，是后来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出家，是，但是结果他要去出来利益弘法利生的时候，就有在这个梵天寺是那就是那里出家了。其实释迦牟尼佛也有一些像楞伽经啊，有一些上乘的是一些不共的经典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成佛的时候还没有出现，为什么呢？他在密言查出真正的现前究竟的成佛，在娑婆世界来这个悉达多只是他的化身，所以这个有出家相来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有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说服力，是，有他的优势，对。所以像我这样的长头发的人，是，我是这个反过来，我们是做法都相反的，是，就在这个世界做法，有时候也是不容易，但是有时候我个人呢，又不容易有难度的时候，有时候又更兴奋，这是调整，还是有是，对。所以呢，还是也就是当然，以出家相这种传法有它的一个很殊胜之处。是。另一个刚刚法师讲到的这个重点，我想说一下，就是没有仙教的建立的基础，修密法也奇怪，有点奇怪，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有一些呢，只动一些密法的仪式感，奇奇怪怪的一些特别的用那种法器啊，就是这种一些吸引的东西，然后以为这是密法，然后没有见地，没有这个兼修性的那个见，然后就是密法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容易做错，啊。但是呢，有仙法的基础，但是一直你就是排斥密法的话，也是不是好事？因为密法确实是这个仙法的见地，把它化为一个具体立体化。比如说，仙法里面讲本来清净，本来佛的坛城，可是密法里面你自己灌为佛的坛城，甚至用各种的佛的坛城、沙坛城、什么坛城来，然后就是表达这个理念，就是有更多的方法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是密法有密法的独特地方。那刚刚您说到一个叫做随诵起观，我以前用过一个成语，就是叫随文入观。随文入观，对，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对。但是随文是听的，对，听到什么就进去那个境界。但是呢，现在你用的就是随诵起观啊，就是更好，这个用词更好。那这个呢，就是现在里面有，但是密法里面更多。这个神奇彻底圆满在这个仪轨里面，哇，一个一个的非常彻底的讲。所以如果这两个我们在个人的修持当中能够结合的话，那就最完美。对，是吧？对。所以这就是仙密圆融，玄妙双修。所以藏传佛教我经常也讲了，其实在佛学院里面，比如说你要读一个阁习，可能20年，那个20年当中应该是最起码15年都学那个宪法的。是 OK， 见到上面眼才学密法的，基本上这样的。在这个四大这个教派一样的这个佛学院里面的五部大论，统统都是属于宪的。密有密的课程，但是宪是我们西藏藏传佛教，有些藏传佛教以为这是密宗只有密是有很大的误解。藏传佛教是非常注重宪法的，大藏经有100多卷了，这个里面的90%是宪，所以这些其实是很多台湾人也不知道，不知道就对密宗产生密宗就是这讲密法啊，就这样的，对吧？那我觉得。当然我修密不是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最自己最安慰的是，别人好像对我的修行所表现出来都还蛮肯定，不会误解说，这个人学密学了50年，会不会变成怪怪的？是，越修越平常啊。那当然，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说法。
你视线嘛，你说这样修出来是什么样子，不要让人家觉得怪怪的，说学密以后怎么会变得怪怪的？其实我也刚刚在您的身上看到有点简单，平常的这个状态了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修行人需要注意的。我们修行人需要念珠完全从这边到慢慢接到这边，然后就是出来的那个黑社会老大一样，有太多的这个护身符，不一定是这样，这不是没法。所以一般显教会觉得修密的着相，反正什么都一大，你看我这边东西一大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妙啊，你看什么都很高兴啊，是随眼看到都是一种加持啊，你为什么不要让它多一点？天天看单调的东西，你会没有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多了以后的精彩。虽然这么多，一点都不乱。对，你可以看这边，对，看那边，你仔细想，你随便看哪边都会看到佛菩萨。所以其实刚刚法师说的非常对的。有时候今天我们在现场也问到了嘛，上师相应法啊，观上师啊等，其实是我们看到那些高深大德的时候。就像我看到这边的东土法王，我不会想到他是谁的儿子啊，甚至怎么样。东土法王、莲花生大师的化身、福藏大师，就是完全自己我的观念里面，还是有多少能同时想到的是一个佛菩萨的智慧和化身，只是这样的方式相应的，那就是已经是这种一个修行的对境，变成修行。因为像嘎钦仁波切啊，就是经常这个有一些结缘篇，你戴在手上啊，这个就是有一些解脱咒了。是。那你在柜台可能是一个工作人员，今天这个进进出出的每个人看到了他，是能够种下善的种子。是。所以很多信密法的、信这种金刚乘、大乘的，其实有很多的善巧方便。是。所以这些我们最关键不是你带或不带或信不信，而且是你懂得它的意思。是。你有这个正确的见地作为基础。是，那就没问题。那当然，过程里面呢，就是也亲近的一些大德，真的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修持的那种功德力。对啊，比如说，我第一次很震撼的就是我们敦珠法王一修一倍法上去。2个钟头一动也不动，是就捧着那个宝瓶，是就入定。那时候那个我们丁果人路车，丁果法王去帮我们敦珠法王那个他圆寂的时候，他去帮他办法会，那时候就是中萨仁波切，对，中萨仁波切带着他进去。丁果法王100多公斤啊，但是他上座呢，真的没有看他怎么上去了，一下子就上去了。所以真的修行要修出功德，他自然有说服力的。是啊，我们就只能尽分的去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像我会出家，其实一方面也是想表达，有一个不自量力的。就我从佛教里面得到这么大的收益，能够不分享吗？对，要怎么分享？是。那现在就是说，显教当然我们佛教在台湾、在大陆都还是以显教为主，对。但是我已经看到了那一份贫乏，就是只有仪式，只有什么没有内涵。那我们能不赶快介入吗？不是说我们都厉害，就多一份希望嘛。那另外一个也是因缘说啊，譬如说那时候我们老师傅开山的老师，他视线那个要走的样子啊，就一副病危，病的已经快要走的样子啊。那我说，我不进来承担怎么办？真的要就让他走了，那下去怎么办？那本来在那个之前，其实我在古岩寺已经有古岩寺，我就负责说法，我们老师傅负责摄众跟修持，我负责说法，所以这边的信徒也几乎都接受我，所以我一出家完全没有隔阂就介绍，这个也是外面的因缘，
是，也是外面，所以有你内在的因缘，也要有外在的因缘，不然的话，说真的，你说在台湾你出家要几年才有资格说法，是没有那么简单呐。然后我还没有出家就要说法，所以我出家以后更方便说法，所以这个也是因缘嘛，自然的，对，很自然。但是我刚刚说呢，你看到在现在的这个汉传这个先走的这个习体系里面的一些品法，是。可是你这样讲，你不担心别人会批评你？没，这个我想批评是这个样，批评我们没有这样啊。如果我的话不敢讲，批评是我这样想，批评会反照。是，其实有时候我们给人家批评，如果是善意的，不是攻击性的，不是什么 ，OK， 其实会反照一下，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说法，就是现在很多人真正在学佛的，学一段时间以后，还是会问问题怎么修。真的做这些就是佛教嘛，就是佛法，这个一定。现在我们台湾当然佛教很兴盛，当然各个山头这些信徒真的肯定自己这样走下去就是对的嘛，到最后还是要面临真正的问题。你的身口意怎么提升啊？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化解？这个不修不行的。修你说以现在的显教那种方式怎么修，怎么改变？当然今天您有提到那个念佛念到一心，那是多高的境界。是的。当然大部分是我很用心念佛，但烦恼来还是一样烦恼。所以这个还是要面对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整个佛法从原始佛教到大乘到密法，都有它阶段性的接引的方便。对。那一样的，要讲整个佛法，就必须这三个通通涵盖，才是一个完整的佛法。所以我们古原是不是只有藏传哦？是。那个南传的，我们这边也都常常办，几个那些大师啊，其实也都来这边待过。那您觉得南传的对我们的汉传现在就是最有帮助的，比较可以能够吸收的，比如说可以这么说法，就是哪一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很直接，就一开始就修阿拉巴那，观呼吸，观sensation，观受。那你10天下来，你会发觉这个能观变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是都想修啊，然后修半天是谁在修？你没有，还是没有找到，没有找到那个能修，也就是我们真的能控制的那一份绝招，没有拿到。虽然一般南传不跟你讲那么多，你就照做啊，照做，甚至规定你10天就在那边，就完全照他的灭观中心的做法。对，你不能有你的做法，你完全照他的这样10天下来，你真的慢慢会掌握到，跟我们在修这密教闭关什么有点类似。当然密教闭关你必须受过密法才能闭关，对，他们南传的其实一样，很快会掌握到。比如说我们说，我的念心气合一，心息相依，那你怎么证明？其实你如果经过那个南传的那份训练你会发觉你的意念到哪边，那边很清楚，你要哪边清楚，那边就很清楚。那弄到这个以后，其实就是能跟所，它的相关性就很高了。对，我们现在大部分是2个是分离的，所以不能有直接的受用跟觉受。那觉受不是那么，所以如果说要能够训练你的心，我觉得南传反而是很单纯、很扼要。对，同意。对。因为上次我和文觉伦不去，那个时候呢，我问到了这个关于南传的这个部分，因为文觉伦不去禅修法比较特别这个专家这个，然后再加上也接触过一些南传的，我问过这个他的这个是相对之下是或者这个了解当中是南传的这个直接的这个。这个广呼吸是真言这个方面的这个特性在哪里？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系统的。
是。后来我发现我是比较要向度一点，是。我去念大念住经，是大念住经，大念住经，藏传佛教的甘珠尔里面有非常大的这个四个这个四函这个四卷呢，非常大的，是，可是对，可是呢，我就是以前呢，小时候去别人家诵经时候念过，是。说实话，后来这个学习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去读它来作为什么参考。是。那重新我再拿来看的时候，这个里面讲的是念珠，太震撼，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它不是讲理论啊，是实修的，而且一个这个范围、这个分化非常细节。我小时候记得那个里面还讲很多的这种欲界的天呐、世界天呐、多少天呐，一大堆的。我不知道当时是到底在讲什么，只是我赶着那个赶快要念完，马上给我一点点的红包回去，就没有别的想法嘛啊。可是呢，现在看的时候，哦，原来这样是。可是有点可惜的是，西藏没有这个当做一回事，就是没有把它转成完全实修的，就像一个其他人来，然后这个弄出来，因为那个太广大了，所以没办法我们自己写。没错。而且唯一有第40大宝法，我们有写了一个大念住经的一个略纲大纲，其他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献。直接的文献，所以我们有时候是要跟彼此去互相学习，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个就很清楚的次第。你先透过南传的那一份禅修，掌握到你那个能思，就是能应用的心，它是专注的，它是不会掉举、不会昏沉的，然后再来发菩提心，对，把你的愿拿出来，然后再修密法，对，那就完全对。所以我是觉得自我庆幸，我觉得我修得很棒，所以我现在对那个入世出世都不会有什么挂碍，就很随缘。是的。那要随缘，其实你如果没有充分的定力，那知见如果没有稳定，其实很容易被打败。是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3个还是到最后要融通，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佛法。你特别强调哪一块，以为那一块就完整了，我觉得很难。尤其越往后面，其实要求的层次越高。对，所以你要修藏密，这个好像我们刚刚讲说，没有显教的10-20年的基础，你要真正的实修藏密，其实门都没有。对，很难的，很难。除非你特别立根啊。当然，你如果说自己的心散乱了。昏沉的你马上可以觉知到，然后再提起一下，这时候其实你的修行或者你世俗的生命已经开始。但是这边我也有一点点困难，是，就像有一些呢，对宪宗密宗有看法，是，一个觉得他很高尚，就像以前净光老和尚公开说过，密宗很棒，但是不是我这种人修啊，对。这种我有一点点不认同。对，当然。为什么呢？这个当然个人来讲我没有意见，这是他代表他。但是如果大家对于那净光老和尚就不能修，我根本没能修，那不一定。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半工半读一样啊，一边呢入门，一边呢加强，是用这种方式呢。虽然一开始你进入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清晰，不是那么有基础的。可是这个过程当中还好有一些善知识上师的带领，因为一边学习一边这个修的时候，我相信，你没有一个那么多年的基础，也有可以成功的。对，这个就是你觉得呢？每一个人的条件都不一样。对。但是不能用我的条件去概括所有人，是这个很重要。而且最主要就是你讲的话里面是肯定还是否定？对，如果你讲的话是肯定，你怎么说都对。但是你如果讲的话是否定，譬如说像净光老和尚说他不能修，那一般会认为说，他都不能修了，我怎么能修？对，这个就是好像是谦卑，但是他的动机是负面的。
这个就要很小心，不是说哪一个大师哪一个小师，是大师里面还是会犯小错了，小师里面还是会讲大道理所以我们学东西，当然你如果从积极面去看，反正都是佛说的，我看这个东西我就好好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也是没办法，一个嘴巴一个话说出来，一瞬间就这么一句话。可是主要是听者必须要非常认真的，非常谨慎的要听。有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听错的，不是讲错的，那都是这样。所以呢，刚刚我为什么也特别这样的重复一下呢？我希望呢，多这些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呢，我这个意思不能，也就大家都以为那就一定要有这个基础，甚至有些人觉得你修大圆满一定要无加心，说实话这也不一定。但是呢，为什么上师们这么要求呢？因为这个在藏地的话呢，相对于这个环境比较成熟。对。在汉地和其他地方，你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地形和要求下直接传的话呢，风险更大。所以呢，至少先有一个过程，让你做一些基本的功课，测试一下你对它的这个诚信啊，然后呢，做一定的这个，这样的话呢，就是总比没有标准好。可是这个标准你把它当做绝对的标准，那我就一家听完了，我就马上可以成佛，那也是完全错的。对。它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数量，是，除非你那个里面有强大的一个这个正确的发心和动机的那种在，那就可以啊。所以这个很多东西还是要这个大家观众啊不要产生这个误会。还有是我对大众的一个呼吁了。还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学南传、藏传还是汉传的，其实你只要到那个法会里面，你就尽量掏空自己。你要学南传的，掏空，这时候你不要拿你既有的要来学习。OK， 就是一定要把它全部都吸收了以后，等禅修完你再去消化。OK， 不要拿你既有的要去消化新进来的，那个学不到东西，因为你在听的时候都用分别心在取舍，没有办法他把那整个学过来。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重点。其实是放空、放下。就放下你本来有的，放下你自己的执念和抑郁的，我学很多，我懂很多我的这个背景。是。比如说你今天吃的是西餐，你完成这台湾的美味的口味，臭豆腐的一个味道作为前提，然后再尝的话，就尝不出臭豆腐类似的味道。对，就这个意思吧。是，没错。这个要做到不简单哦，真的。对。就是你去学的时候，完全不要有意见。你吸收都来不及，你若有意见了，你没办法吸收。你以为是用？我看到很多喇嘛也有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喇嘛也自己的一些优势和优点的观念放在里面，然后再参加别的法会说，还好，可能有这种。那因为你的标准已经在你自己那里了，你这个当下，他那个当下那个环境阐释的那个东西本身的价值在哪？是。你看的话，你会发现比较不错啊，这个。比如说台湾佛法很现实，你这个标准，你去悉尼的佛教，就这样。对。但是悉尼就本身不是佛教地方啊，那边都是一个移民啊，都是洋人的一个文化的背景啊。那个里面那个空间看他那边的佛法的话，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优点。所以这就是法师刚刚说的意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收获很大，大家我相信我们的观众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呢，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呢，就是自己呢，我见过宾果法王，是，这是见过，是我8岁那一年宾果法王来藏地，藏区路过的时候来到梅蓬仁波切的寺庙，那边暂停几个小时做一个长寿观景。大众看的时候，我在远远看到张宏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刚好的一个人在那边发作上，就是这个敲金刚铃杵的那个画面，我现在还记得。是。那时候我是8岁。
那东方在那里王是这对个没有看是见到。是但是您的话呢，其实我们很多在场的都没有这个机会啊。在我们藏传佛教的信徒眼里，他们两个是跟莲花生大师的无二无别的这种大成就者啊。所以呢，就是也是这个群者间，然后这样的一个传授，它的传承其实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啊，也是这个。所以呢，也就是还有南传、汉传、藏传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分享啊。所以这个就。尤其是这个我们虽然是念诵的时候是随诵习惯，但是呢，有时候确实需要南传的那种非常密切的专注的这种训练，对，它比较定，就是直观的，对，很注重。那藏传的，我曾经也讲过，藏传的这种文字的非常严密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思维和辩证和分析的这个传统。很难传的那么的一个坚定的，放在一起，那就非常好，是吧？对，再加上这金刚乘的实修的这个实修的这个实修，能够发挥到的这个理论变成实际，实际的，对，所以就是非常感谢今天你在这边就是为我们让佛教频道做了很多珍贵的开始，谢谢。走。Namo